公屋錦囊，今日為大家講嘅係喺2026年推出嘅新公屋政策，就係嚴重濫用公屋嘅新罪行。呢個政策將喺2026年3月31日生效。聽落嚴重罪行一詞的確令人聯想起刑事監禁，但係近幾年公屋居民喺涉及濫用公屋嘅新聞就時有發生。政府推出之後，公屋居民又會唔會好容易觸犯呢？犯咗又使唔使坐監呢？咁先從濫用公屋講起。政府經常講，公共房屋係社會寶貴嘅資源，必須善用同埋合理編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士。即係話住緊喺公屋嘅家庭，如果已經唔使政府嘅協助，都可以解決喺香港居住嘅需要，又或者長期住在香港以外而唔需要喺香港有居所嘅家庭，都唔可以再佔用呢啲社會寶貴嘅資源。房屋署如果發現呢啲行為，都會視作濫用公屋。喺法例生效之前，濫用公屋最多只係收返嗰個單位，犯事者都唔使付出任何懲處。事實上，大部分濫用公屋嘅個案都只係唔想蝕底，保留單位作後備居住方案。即使有人發現，最多都係俾房署收返單位，阻嚇力十分輕微。至於呢一條嚴重濫用公屋，就係唔單止將公屋任期丟空，而且利用嗰個丟空嘅單位出租或轉讓予他人，作賺取金錢。呢啲咁嘅行為，相比任由浪費資源更為可惡，需以更嚴厲嘅法例加以懲處。考慮到以現時嘅法例，呢啲咁嘅行為都只係終止租約同埋收返個單位，唔足以反映佢嘅嚴重程度。而社會上一直有聲音認為唔能夠姑息呢啲咁嘅行為，並且要求給予更嚴厲嘅懲處，於是就引入嚴重濫用公屋嘅新政策。嚴重濫用公屋嘅罰則，政府喺立法嘅時候參考咗房屋條例第27A 條有關非法讓與等嘅條文。任何人如非法轉讓資助出售房屋單位，可被罰款50萬及入獄1年。立法時候認為，嚴重濫用公屋同非法轉讓資助出售房屋嘅性質係相同，兩者都係利用公共房屋資源以謀取私利。今次修改法例，除咗引入嚴重濫用公屋之外，仲授權房署人員喺執行職務期間，要求各類人士，包括入侵者、租戶、授權佔用人、未經授權嘅佔用人或者可疑人士提供資料，或者出示香港身份證。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解釋而未能遵守上述要求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可處第3級罰款，即係港幣1萬蚊及入獄6個月。另外，仲延長咗虛假陳述、拒絕提供資料同埋非法讓與嘅罪行檢控時效。呢啲修訂包括咗濫用公屋、嚴重濫用公屋同埋富戶政策裏面嘅申報。喺法例生效之前，房署只能夠喺犯罪之後2年或發現該罪行之後嘅6個月之內提出法律程序，時效屆滿就將無法提出檢控嘅。咁修訂咗之後犯罪之後6年之內，或者被發現該犯罪之後嘅2年之內都可以提出檢控。最後，法例已經賦予房署權力，對屋邨範圍內嘅非法使用道路方面嘅效率同埋靈活性，但係呢啲都屬於管理事務，有機會先喺房署管理裏邊再為大家分享。今日講嘅2026
公屋新政策就講到呢度啦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再見。